講起港姐，大家第一反應可能係李嘉欣、袁詠儀、張曼玉呢啲而家依然活躍喺大眾視線入面嘅大美人。但你哋知唔知道，有啲港姐冠軍喺當選嗰一刻開始就被全港市民狂嘲最醜、豬扒、哨牙、香腸嘴。更誇張嘅係，有人甚至被鬧到35年嚟最醜、史上最差冠軍。不過邊個估到，就係呢班被笑到體無完膚嘅女人，最後竟然活出咗最逆襲嘅人生。但係呢啲故事遠比我哋想象中跌宕起伏得多。等我哋逐個慢慢講。2017年港姐冠軍雷莊儀。2017年港姐選美嘅總決賽夜，上演咗一出戲劇性嘅逆轉。本來亞軍何依婷領先雷莊儀一票，但評判團校長鄭裕玲擁有2票特權，直接將2票都投俾雷莊儀，令佢反超奪冠。雷莊儀隨即俾網友炮轟：哨牙冠軍、厚嘴唇，似足球明星蘇亞雷斯、東南亞小姐。佢被評為史上最醜港姐冠軍，甚至內地同港台網友罕見達成一致嘅嘲諷。更加俾人質疑嘅係，佢嘅老豆雷寶文係2006年香港10大傑出設計師，1997年香港回歸嘅時候擔任維多利亞港兩岸整體視覺設計總設計師，同 TVB 有密切合作，正係雷莊儀參選港姐嘅提名人。網友質疑佢靠富豪老豆買冠軍，內定冠軍。面對鋪天蓋地嘅批評，雷莊儀嘅回應堪稱霸氣側漏。邊個在乎佢哋講乜嘢？人生太短暫，唔使擔心廢話。我唔識中文，都唔會浪費時間去翻譯你哋嘅留言。香港人同外國人對美嘅定義存在好大差異。我嘅笑容喺加拿大可以帶嚟好多工作機會。呢啲言論喺當時引發更大爭議，被形容為當年有幾囂張，而家就有幾淒涼。同歷屆港姐冠軍嘅待遇唔同，雷莊儀奪冠之後冇獲得 TVB 合約，履行港姐義務嘅1年間，佢幾乎接唔到 job，被 TVB 閒置，成為最被冷落嘅冠軍。諷刺嘅係，當年輸俾佢嘅亞軍何依婷反而被 TVB 力捧，出演新聞女王等熱門劇集，成為新一代當紅小花。2018年港姐決賽頒獎嘅時候，雷莊儀已經失去之前嘅冠軍特殊待遇。TVB 綜藝回憶港姐篇，佢幾乎冇鏡頭。然而，雷莊儀選擇咗一條同大家唔同嘅道路，離開香港，返加拿大發展。佢成為全職演員同模特，簽約加拿大3間經紀公司，接拍多部北美影視作品，包括 Netflix 同埋 Amazon Prime Video 嘅劇集。佢仲成為選美教練，指導選美候選人培訓，創辦 No BS Factory 平台，倡導自信同心理健康。2024年9月，雷莊儀返港參加環球小姐2024嘅香港區選美大賽，獲得季軍。呢個係佢第5次出戰選美。佢表示希望喺香港發展。30歲嘅雷莊儀目前單身，喺加拿大多倫多同香港兩地發展。從被閒置嘅最醜港姐到國際多棲藝人，佢用實際行動證明，被質疑嘅人生一樣可以活出屬於自己嘅光芒。8. 2021年港姐冠軍宋婉穎。2021年港姐冠軍宋婉穎出身於澳門第2大選美家族，佢嘅阿媽文寶雪係1990年澳門小姐亞軍，表姨媽文雪兒係1990年澳門小姐冠軍，表姨文雪婷係1994年澳門小姐亞軍，表姨菲雅倫係1995年澳門小姐季軍，阿婆更加係澳門粵曲名伶。據阿婆透露，家族仲有2位堂家姐曾經分別當選加拿大小姐同舊金山小姐。家族6位女性參與選美，堪稱選美世家。有趣嘅係，宋婉穎參選港姐，正係為咗完成阿媽未竟嘅選美夢想。佢嘅阿媽當年同袁詠儀係1991年國際華裔小姐同屆選手。宋婉穎係中葡混血兒，擁有1/4葡萄牙血統。1999年出世喺澳門。佢擁有多倫多大學理學榮譽學士學位，精通芭蕾舞、中國舞、爵士舞、hip hop、拉丁舞、宴會舞、古典舞7種舞蹈。賽前佢仍然有嬰兒肥，喺阿媽嘅幫助下成功減重7公斤。決賽中憑借出色嘅口才同埋自信嘅舞台表現，佢摘得冠軍、美麗獎門大獎、EA Beauty 完美肌膚體態小姐3項榮譽，被傳媒冠以嫩版李嘉欣、小美人等稱號。然而，部分網友對佢嘅奪冠並唔買賬。冠軍嘅顏值唔算驚艷，靚過冠軍嘅大有人在。面上比較老氣，
笑起嚟有啲哨牙。有人認為亞軍梁凱晴更加靚，應該攞冠軍。宋婉穎淡然回應：靚冇一個標準，靚要從內在散發出嚟。最靚嘅一面就係你一定要做到自信同有一顆善良嘅心。同其他港姐唔同，宋婉穎選擇咗繼續深造嘅道路。2023年9月，佢宣布重返校園，入讀香港大學醫學院修讀碩士課程。成功完成學業之後，仲受邀到港大演講，以一口字正腔圓嘅普通話展現知性美。佢曾經喺參選港姐嘅時候講過，除咗做香港小姐，另一個夢想就係成為一位醫生，幫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。依家佢正係一步步實現呢個夢想。依家26歲嘅宋婉穎正喺度平衡學業同埋演藝事業。從顏值唔驚艷嘅爭議中，佢以學霸、知性美人嘅形象重新定義自己，用實際行動詮釋港姐美貌同智慧並重嘅真諦。呢個就係今日要講嘅港姐逆襲故事，從最醜港姐到珠寶皇后、豪門闊太、三料視后、知性學霸，佢哋用親身經歷證明咗一個道理：靚從來唔係人生唯一嘅通行證，被嘲諷唔可怕，可怕嘅係你自己先認輸。